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04年夏天，美國佛州喺短短嘅6個星期之內就發生咗4次颶風，造成數千人無家可歸，損失超過10億美元。風災發生之後，保險公司都各自派出咗自己嘅理賠師去到災區做理賠評估。然而，其中一位理賠師就喺過程中離奇失蹤。當警方揾到佢嘅時候，一切已經太遲啦。而家就等我哋先返到2004年，睇下當年到底發生咗乜嘢事。本案嘅主角叫做 Katie， 於1979年喺 Colorado 出世。佢嘅爸爸 Jeff 係一位執業律師，之前曾經做過助理檢控官，而媽媽 Leo 就係一位護士。Katie 嘅興趣廣泛，佢中意烹飪，亦都中意打壘球同埋籃球。另外，Katie 同爸爸嘅關係亦都好親近，佢哋都中意戶外運動，所以經常都會一齊去滑雪同埋潛水。Katie 喺童年時期就同屋企人一齊搬到咗佛州生活。2002年，Katie 成功喺 FSU 取得金融風險管理學士學位。畢業之後，Katie 搬咗出去，並成為咗一位保險理賠師。佢希望可以將課本上學到嘅技能學以致用。事實上，Katie 嘅人際溝通技巧好好，就算公司委派一啲難搞嘅個案俾佢，佢亦都有辦法安撫佢哋，索取所需嘅資料，並處理相關嘅理賠事宜。2004年11月12號星期五，25歲嘅 Katie 本來約咗一班朋友收工之後喺餐廳度食晚飯，但係佢最後並冇赴約。嗰個週末 Katie 音訊全無，就連佢嘅屋企人亦都冇辦法聯絡到佢。之後佢嘅同事兼好朋友 Amy 嚟到咗佢嘅公寓度睇下，但係公寓入邊一個人都冇，只係留低咗一隻睇起嚟餓咗好幾日嘅寵物貓。於是佢馬上報警，警方即刻發佈咗尋車通報，呼籲各單位留意 Katie 所駕駛嘅紅色汽車。與此同時，佢哋亦都喺保險公司度得知 Katie 喺星期五下晝，亦即係佢失蹤之前，被公司委派到 Tampa 市嘅硫磺泉鎮，幫一位客戶評估屋頂漏水嘅理賠事宜。硫磺泉鎮嘅犯罪率好高，經常都會發生暴力襲擊同埋搶劫嘅罪案。雖然係咁，不過由於評估屋頂漏水嘅工作通常都係喺屋外進行，所以 Katie 當時應該冇太擔心自己嘅安全。或者係間屋嘅位置有啲難揾， Katie 花咗好長嘅時間，但係一直都冇辦法揾到嗰間屋。於是佢唯有打電話俾同事兼好朋友 Amy， 並喺 Amy 嘅引導之下成功到達目的地。收線之前， Katie 同 Amy 講入邊嘅住客已經出嚟迎接佢啦。然而 Katie 之後就音訊全無啦。Katie 失蹤之後，佢嘅父母嚟到咗呢間屋，並同一對叫做 Jason 同 Pamela 嘅情侶傾過。當時佢哋表示佢哋喺星期五下晝都唔喺屋企，並指出佢哋喺3日之前先至啱啱搬入嚟。佢哋唔知道屋頂漏水，而包租公亦都冇同佢哋講會有理賠師登門造訪。之後佢哋又詢問咗 Jason 嘅包租公，佢表示自己確實向保險公司提出咗屋頂漏水嘅理賠申請。雖然佢喺談話嘅過程中表現得有啲奇怪，但係佢喺案發當日一直都喺度工作。警方之後亦都證實咗佢嘅不在場證據。離開之後， Katie 嘅父母喺距離 Jason 嘅屋企大約1.6公里外嘅餐廳停車場發現咗累累架紅色汽車，並馬上通知咗警方。當時架車冇上鎖，車匙仲留喺車入邊，而車門旁邊就放住一個空嘅銀行信封。跟住警方打開咗車尾箱，並發現咗 Katie 嘅手袋，但係入邊嘅現金同埋信用卡都唔見咗。之後鑑證人員喺車入邊搜證，不過車入邊非常乾淨，並冇發現血跡或者係第三者嘅指紋，但係佢哋就喺軚盤度採集到2組 DNA， 其中一組屬於 Katie， 而另一組好大可能係屬於作案人噶，亦即係話無論 Katie 遭遇到乜嘢事，架車都唔係第一案發現場。跟住
警方詢問咗附近嘅居民同埋員工，希望可以得到更多嘅線索。呢個時候，一位清潔工人同警方講，佢喺前一日見到一個大約6尺高嘅白人男子將架車停喺呢度，然後就步行離開咗。於是警方即刻喺附近展開咗搜索行動，並喺 Hillsborough River 度發現咗 Katie 嘅遺體。驗屍報告證實，Katie 係因為頭部受到鈍器襲擊而死亡，之後再俾人拋入河道。值得留意嘅係，Katie 頭部有一處直徑1.2厘米嘅圓形傷口，呢類能夠反映出兇器特徵嘅傷痕被稱為特徵性損傷，亦即係話，如果能夠確定乜嘢係兇器嘅話，將會對調查工作非常有利。另外，由於 Katie 被發現嘅時候衣衫不整，所以法醫認為佢生前可能遭到性侵。不過 Katie 被發現之前已經被河水浸咗大約30個鐘，所以性侵測試亦都只係俾出咗冇定論嘅結果。警方跟住落嚟嘅工作就係要確認 Katie 到底係喺邊度俾人拋入河噶，咁樣就可以知道邊度先至係案發現場。過程中，警方得知河嘅上游有一個水壩，如果水壩打開嘅話，水流就會變急；反之，水流就會變得緩慢，甚至靜止。而喺 Katie 遺體被發現嘅30個鐘頭之前，水壩一直都係處於關閉嘅狀態，亦即係話 Katie 嘅遺體幾乎冇俾水流移動過。巧合嘅係 Katie 被發現嘅地方後邊就係 Jason 嘅屋企，咁不禁令警方懷疑 Jason 就係佢哋要揾嘅兇手。為咗唔打草驚蛇，警方決定先搜集更多嘅證據，之後再同佢對質。佢哋查閱咗 Katie 嘅信用卡記錄，發現佢嘅信用卡曾經俾人碌咗4次，但係就只有喺雜貨鋪嘅嗰單交易成功過數。於是警方即刻就嚟到咗雜貨鋪調查。閉路電視影到一個大約6尺高嘅白人男子喺櫃台度碌咗 Katie 嘅信用卡。收銀員表示，嗰個男子話信用卡係佢嘅女朋友噶，但係佢就喺收據度簽咗自己嘅名 Jason Funk。有咗呢項證據之後，警方即刻就拎住搜查令嚟到咗 Jason 嘅屋企進行搜查。據稱，當警方表明來意之後，比起關心自己涉及 Katie 嘅兇殺案， Jason 似乎更加在意佢喺焗爐入邊嘅生日蛋糕。不過佢依然堅稱自己喺案發嘅時候根本就唔喺屋企，而係喺度玩緊水上電單車。雖然係咁，但係 Jason 就喺間屋度留低咗好多證據。首先，警方喺後院嘅貨堆度發現咗燒窿嘅地氈塊，同埋一個屬於 Katie 嘅皮帶扣。之後，佢哋亦都喺客廳嘅天花板同埋後門嘅門框度發現咗幾處乾涸嘅血跡。經過檢測之後，證實呢啲血跡都係屬於 Katie 噶，亦即係話呢度就係第一案發現場。另外，警方亦都喺間屋度揾到咗 Katie 嘅卡片同埋 Easy Pass。如果 Jason 從來都冇見過 Katie 嘅話，呢啲嘢又點會出現喺佢嘅屋企呢？呢個時候，客廳地板上一個4尺長嘅電單車消音器引起咗警方嘅注意。雖然消音器已經被徹底清潔過，所以上邊並冇留低任何 DNA 證據，但係消音器上嘅圓形支架就同 Katie 頭部嘅傷口形狀非常相似。經過比對之後，證實呢個消音器就係殺死 Katie 嘅兇器。於是 Jason 馬上被逮捕。喺審訊室， Jason 依然否認自己涉案。過程中，警方留意到 Jason 嘅波鞋上邊有類似血跡嘅紅色污跡。經過檢測之後，證實血跡係屬於 Katie 噶。另外， Katie 架車嘅軚盤同埋喺車入邊揾到嘅銀行信封上邊都有屬於 Jason 嘅 DNA。背景調查顯示，27歲嘅 Jason 啱啱失業，並有住多項家暴同埋毒品相關嘅犯罪記錄。警方整理咗手上嘅證據，並嘗試還原案發嘅經過。佢哋推斷，案發當日 Katie 嚟到咗 Jason 嘅屋企，評估屋頂漏水嘅情況。當時
Jason 嘅女朋友喺度返緊工，所以屋入邊只係剩低佢一個人。由於評估屋頂漏水嘅工作通常只需要喺屋外進行，咁點解 Katie 需要入屋呢？警方推斷，或者係漏水嘅狀況太嚴重，以致 Katie 需要入去檢查天花板嘅狀況，或者 Katie 當時想借廁所，又或者係 Jason 好心咁邀請佢入去飲杯水。至於屋入邊發生咗乜嘢事，警方推斷 Jason 可能喺屋入邊向 Katie 調情，並打算同佢發生關係，但係就被 Katie 拒絕咗。呢個時候唔甘心嘅 Jason 就拎起咗電單車消音器，狠狠咁揼 Katie 嘅頭，直到佢停止咗呼吸。跟住佢就將 Katie 嘅遺體拖到間屋嘅後院，再將佢拋入河道。之後佢將 Katie 架車泊咗喺餐廳嘅停車場，順便將 Katie 嘅現金同埋信用卡全部拎走，先至步行離開。返到屋企之後， Jason 就將染血嘅地氈同埋 Katie 嘅衣物全部燒毀，並清潔咗電單車消音器，企圖毀滅證據。不過佢就喺間屋同埋車入邊留低咗大量嘅罪證，仲聰明咁喺用 Katie 信用卡嘅時候簽上咗自己嘅大名。由於本案鐵證如山，為咗逃避死刑， Jason 都係選擇喺庭上認罪。佢承認自己邀請 Katie 入屋，嘗試性侵佢，之後再用電單車消音器監生將佢打死。最終 Jason 就因為謀殺罪名成立，被判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直到而家，佢依然堅稱佢當初只係為咗逃避死刑，所以先至會選擇認罪，而佢一直都係無辜噶。案件塵埃落定之後， Katie 嘅父母為咗紀念佢而設立咗以佢命名嘅獎學金，並為喺 FSU 攻讀風險管理、保險、房地產同埋商業法律嘅學生提供資助。Katie 生前任職嘅保險公司亦都捐咗5萬美元支持 Katie 嘅父母。Katie 嘅爸爸 Jeff 亦都加入咗 Tampa 市一間非營利嘅輔導中心，為受害者嘅家屬提供輔導，陪伴佢哋慢慢走出傷痛。另外 Katie 嘅案件亦都敲響咗保險界嘅警鐘，為咗避免類似嘅悲劇再次發生，美國公共保險理賠師協會亦都喺2011年出版咗一本工作安全指南，指導大家應該如何喺工作上保護自身嘅安全。